政府宣布外判工休息日亦都計人工，但未必有飯鐘錢。日本福島附近又發生7級強烈地震，成田機場跑道一度關閉。私立院校新學費加幅都高過通脹，估計出年仲繼續加。各位，政府公布外判工人嘅最低工資安排，休息日有人工，令到外判工嘅薪酬比起法定最低工資再多近1成半。咁政府又會喺過渡期為外判商提供幾億元嘅補貼，包括強積金供款。勞工界就不滿政府唔包飯鐘錢。大約4萬個政府非技術外判工喺最低工資實施之後，除咗時薪高咗，仲有額外嘅收穫。5月1號開始，每工作6日，第7日休息都有人工，飯鐘錢就可以唔計。即係外判工人除咗有法定時薪28蚊之外，有薪休息日令佢哋嘅人工額外再多 14.8%， 以每日工作8個鐘，每星期做6日計，月薪最少會有6944蚊。一般嘅清潔工會加薪大約2%，廁所清潔工有機會加4成半，兩更制嘅保安月薪亦都可望提高2成7。政府今次呢個係向前一個好大步，呢個係好大步，亦都係我哋真係考慮過各方面，平衡各方面嘅因素，亦都係充分參考到入邊而家嗰個標準配合到嗰個內容個出發點嚟做嘅。喺人力事務委員會上，勞工界仍然不滿。咁既然政府行咗左腳嘅，點解唔行埋右腳？就係俾埋有薪嘅飯鐘咧？你又呢度唔講清楚咧？有一啲承判商亦都有話，喂，政府冇講得好清楚咧，係得貨唔多貨咧，有開嘅都扣埋有嘅喎。政府話唔包飯鐘係因為現時嘅外判合約冇列明有飯鐘錢，不過法例已經對僱員有保障。一個保安咁，保安員咁樣，佢根本就係睇擺個飯盒坐喺度要食飯咧，咁呢啲就冇拗撬，一定咧係要俾薪水。佢都冇得出去食飯，你個鐘頭你扣佢，咁啊明顯剝削，我哋唔會容許啦呢啲。對於現行即係5月1號之前已經批咗出去嘅外判合約，政府會用為數幾億為外判承辦商提供補貼，幫佢哋俾人工同強積金嘅供款差額。有議員對做法有保留。因為我哋討論最低工資唔係1時2刻討論，講咗成年啦。你點知佢響競投標書嗰陣時候完全冇考慮呢個情況呢？有商界議員就認為，每次調整最低工資，政府都應該補貼。咁點解唔明文規定你個時間到最低工資加幾多嘅，我咪加俾你咯？即係大家有條數計呢，就大家好。其實終歸呢，就實報實銷，做生意啫嘛，係咪？咁你就等於你通脹一樣啫嘛，政府係咪要確保個通脹我補翻俾你咧？張建宗強調今次嘅補貼只係特事特辦。無線電視記者吳景俊報道。低薪政府外判工人歡迎政府承擔有薪休息日，有中小企就擔心會對其他私人外判合約僱主造成好大壓力。今日咧有個好消息咧，呢班月薪5500嘅政府外判清潔工，公司都未通知佢哋人工係咪有得加，一直帶領佢哋爭取權益嘅工會成員就率先公布好消息。5月1號，除咗實施最低工資28蚊之外，連嗰個休息日都會有埋工資啦。咁咧，連同有薪休息日，人工由5000幾加到6900，會加1400幾蚊。講好大啊！對我哋嗰啲窮人嚟講，啲細路如果有陣時想去學童軍啊，咁啊都有啲錢去學啊嘛，學下鋼琴啊嗰啲咯。但佢哋每日工作嘅8個鐘並唔係一般人嘅朝9晚5，而係分成3段，由朝早8點開始做3個鐘，下晝同晚黑分別再做3個鐘同2個鐘，到夜晚10點先收工，冇飯鐘錢。工友有唔同意見，梗係希望啦，爭取埋啦飯鐘錢。朝早你返咗3個鐘頭，你返嚟都滾得切食飯㗎啦。65歲嘅廁所清潔工黃先生每日就做9個鐘。加幅更加大，由5100蚊加到7500幾蚊，加幅達到48%。但佢都有啲擔心成本高咗，僱主可能會減佢工時，甚至炒佢。咁啊，多少擔心啦，梗係做咁冇嘢做啦，係嘛？短啲時間冇計㗎啦，叫短時間都啱㗎。
中小企嘅代表就話要根據自己公司嘅能力，唔一定要跟政府嘅做法。中小企呢，即係如果到你呢係喺生死存亡嘅時候呢，你都唔顧得呢係有冇糧噶啦。可能如果你係有糧嘅僱主呢，你係要執笠；無糧僱主呢，你可以生存。咁對於有工會要求政府立法規定飯鐘、休息日有薪，劉達邦話會對僱主造成好大衝擊，希望政府三思。下一步，工會希望幫啲外判清潔工爭取政府正式僱員嘅身份，加強佢哋嘅保障。無線電視記者何文文報道。日本9級大地震滿1個月，下晝又再一次發生7級餘震。當局一度發出海嘯警告，呼籲民眾要遠離岸邊。而首都東京亦都感受到強烈震動，成田機場跑道一度關閉。下晝強烈餘震，日本東北部多處包括福島縣同茨城縣都感到強烈震動。強度係黎克特制7級。日本氣象廳隨即發出海嘯警報，會出現大約1米高嘅海浪。警報喺大約1個鐘頭後解除。相距200幾公里嘅首都東京亦都感到震動，係上個月9級大地震以嚟最強烈嘅一次。我哋呢啲鋼筋混凝土嘅5層樓全部都喺度搖擺。呢個餘震嘅話，呢度有4度幾嘅感覺，就同上個星期5晚11點55分嗰個地震好相似。基本上我一般常規我哋全部捐晒台底同埋爬出去騎樓，有啲人已經跑咗落去出邊啦，但係出邊落大雨啊嘛，避唔到。啲有嘢跌落嚟啊，啲嘢跌落嚟，但係損毀就冇，好驚，都係好驚嘅。We're in the middle of a newscast here, but we're feeling a big tremor here in Tokyo. The studio is shaking pretty big. We don't know how big the earthquake is yet. We'll let you know when the information comes out. Once again, we were feeling a very big tremor here in Tokyo. 地震係喺本港時間下晝大約4點11分發生，震央位於本州東面近岸仙台之南大約160公里，震源深度13公里。強烈餘震下，成田機場跑道一度關閉。喺福島第一核電站搶救核危機嘅戶外工作人員為安全計亦都緊急疏散。核電站嘅監測數據並冇出現重大變化。由於地震導致外部電源供應中斷，1到3號機組一度停止向反應堆注水降溫，其後先至恢復注水。無線電視記者李偉達報道。日本311大地震1個月，死亡同失蹤人數而家已經增加到近28,000人，多個災區有默哀悼念活動。日本時間下晝2點46分，即係1個月前9級大地震發生嘅一刻，重災區宮城縣嘅災民默哀悼念死難者。首相菅直人亦都率領一眾內閣官員默哀。菅直人又喺海外多份報章，包括內地嘅《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感謝你的紐帶》嘅文章。紐帶嘅意思即係友誼。菅直人感謝國際一直以嚟嘅援助，給予佢哋莫大嘅勇氣。日本民眾會將感謝化為希望，相信日本必能重生同埋復興。事隔1個月，災區嘅重建同埋修復工作緩慢，政府興建嘅臨時屋呢1、2日先至開始安置災民，第一批36個家庭陸續搬咗入去，生活開始重上軌道。無線電視記者黃卓欣報道。日本9級大地震之後第一次統一地方選舉，執政民主黨勝利。分析認為係民眾以選票表達對菅直人政府處理大地震同核危機嘅不滿，但菅直人未必會即時落台。獲在野自民黨同公明黨支持嘅石原慎太郎擊敗執政民主黨支持嘅候選人，第4次當選東京都知事。My commitment won't change. We also need strong disaster management. Tokyo is the engine of Japan. If we stumble, our country will fail. 現年78歲嘅石原慎太郎本來打算完成原有任期就退休，不過喺上個月9級大地震之後改變初衷，並且取得勝利。佢講過，大地震同海嘯係對日本嘅天譴，
後嚟要公開道歉。今次係09年民主黨上台之後，亦都係大地震之後日本第一次舉行統一地方選舉，需要選出12個都道縣知事同41個道府縣議會議員。結果喺2000幾個議席當中，民主黨贏到300幾席，比以往少60幾席，而且喺呢啲道府縣議會當中都未能夠成為第一大黨，意味民主黨喪失喺地方嘅發言權。民主黨失利，矛頭自然指向首相菅直人，認為係民眾以選票表達對菅直人政府應對大地震同核危機嘅不滿。但分析相信菅直人未必會即時落台，特別係核危機未取得重大突破之前。無線電視記者李偉達報道。本港天文台再次喺由京士柏採集嘅空氣樣本驗出放射性碘131，濃度係每立方米136微貝克，咁強調含量係極輕微，唔會影響市民嘅健康。天文台上個星期喺空氣樣本首次驗出放射性銫137，最新嘅檢測就冇再驗到。轉睇下多間私立專上院校開辦嘅自資學士學位，新學年會加學費大約1成。有教育界人士擔心334改制加上通脹，私立院校未來仍然有加價壓力。想升大學但係爭唔到政府資助學位，自資學士學位係另外一個選擇。不過新入學就要捱貴學費。珠海學院新學年嘅學費由每年49,000蚊加到53,000蚊，加幅8%。樹仁大學嘅學費會加到55,000蚊，恒生管理學院就會加到6萬蚊。3間學校嘅加幅都遠超通脹。唔合理咯，即係加到咁多嘅話，即係譬如如果每年加可能少啲嘅，即係都會合理啲。珠海學院話今年只係按實際需要調整學費。我哋除咗對上一年加咗1000蚊之外呢，再之前嘅3年係完全冇加過學費嘅。我哋用翻現有嘅水平去計算佢一個合理嘅學費應該係幾多咯。有教育界人士話，出年轉3改4新學制之後，就更加重咗私立院校嘅壓力。3改4其實就最主要係大家都搶緊一啲嘅老師啊，或者一啲教授啦咁所以嗰個人工就冇乜下調空間嘅，反而可能會上漲。教育局話，自資專上課程係自負盈虧，當局未有措施去監察同埋干預課程嘅學費水平。大學制3改4之後，夠資格升讀大學，但係入唔到政府資助學額嘅學生，估計就有1萬人。呢啲學生有可能就要揀讀私立學校啦。無線電視記者謝海瑩報導。休息陣間翻嚟會報導。反對議案嘅請舉手。咁我反對嘅佔多數。立法會小組否決廢除增加汽車首次登記稅嘅議案。艾美美家人再到派出所查詢艾美美消息，但冇結果。